12月7日，香港特區將舉行第8屆立法會選舉。呢個係香港邁向由治及興進程中嘅大事，係香港加快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嘅大事，係關乎你我、關乎每一位香港市民嘅大事。立法會係香港特區管治架構嘅重要組成部分，好多政策都必須經過立法會立法或者撥款先至可以落實。因此，選出有能力、有擔當、有熱誠、勤奮服務市民嘅賢能人士擔任立法會議員至關重要。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首次產生嘅現屆，即係第7屆立法會，喺過去4年嘅任期表現，充分證明喺行政主導同愛國者治港原則下，立法會運作重回正軌。行政機關同立法機關有效良性互動，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，成績有目共睹。喺第7屆立法會嘅成功實踐基礎上，我哋會確保第8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，展示選舉制度嘅廣泛代表性、政治包容性、均衡參與性同埋公平競爭性。我哋將聚焦3方面嘅工作。第一，確保選舉公平公正、誠實、安全、有序進行。第二，鼓勵愛國愛港、有能力、有擔當、熱心服務市民嘅賢能人才積極參選。第三，動員社會各界支持選舉，包括個人、企業、組織、團體等，眾志成城投入選舉。我喺呢度大力呼籲有意服務社會嘅人士把握機會，踴躍報名參選。我亦都呼籲全港選民喺10月7日嘅立法會選舉投票日，履行你嘅公民責任、社會責任，為我哋嘅共同家園香港投下你嘅手中重要關鍵嘅一票，選出代表你嘅立法會議員。12月7日全城投票，共創未來。